啟示錄3章5節裏邊咁講：凡得勝的，必這樣穿白衣，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。關於上天堂嘅問題，究竟我可唔可以上天堂呢？天堂嘅門檻又係啲咩呢？又有啲乜嘢嘢會阻礙我上天堂呢？其實呢一個都係好多人心裏面嘅疑問。我哋經常會話口裏承認，心裏相信，咁樣就得救啦。但係其實相信2個字並唔容易。今日我口裏面話相信，但係我做出嚟嘅行為卻係我經常都會傷害別人、責罵別人。我面對傷害我嘅一啲人，我都唔會保護自己。我哋試諗一下，如果我哋真係相信上帝係愛，相信愛係呢一個世界嘅真理，我哋嘅思言行必然會有一致嘅地方。所以相信與否，相信愛呢？相信神是愛，其實唔單單只係口裏邊所講嘅一句說話。相信與否係做出嚟嘅。亦都因此，其實唔需要等待上帝審判，我哋自己都清楚，其實我哋心裏邊真正相信愛與否。你今日相信嘅又係啲咩呢？相信希望，你就會看見希望；相信愛，你就會看見呢個世界上面有愛；相信怨恨，就會看見世上只有對立同埋爭鬥。祝福你哋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